这广告何蕊蕊，不过性命是真宝贵。来看这家人大埔仑的山坡，一天就3个人渡水死亡，这款的意外呢，市政府也宣布山坡先封锁起来1礼拜，进行安全措施的改善。今仔日是举行记者会，宣布重新开放山坡。市政府也强调讲，会把这警戒线移到离岸边55公尺，这海内面也有救生艇巡逻。若准这游客唔听可劝者，就会甲民众当处罚。基隆大埔仑海山坡进前发生渡水事件，造成一港3人不幸死亡。基隆市政府伫封大埔仑海山坡甲条件公园保育区1礼拜，检讨相关安全甲救援措施了后，市府1意宣布重新搁开放大埔仑的海山坡。夏日的这个满潮的这个水域是大概是90米左右，那现在呢是55米。我们的这个警示线拉伸延伸至左右两边，呈现一个 ”M” 字形，那为求呢水域上面的一个安全。市府表示，大埔仑海山坡配合水上救生执勤时间，平常是12点到20点开放山坡。条件公园保育区最后是伫早起7点开放，拢开放到暗时6点为止。现场除了增加提醒告示，更增加救护铃铃，派出救生船伫海上巡逻。民众的警示线这个缩短到安全的警示的范围。那我们在救生员的部分也加强了人力跟现场的监控。必须听从我们现场工作人员还有救生艇上面的消防人员的指示尽速返回到安全区域来做一个水域活动避免发生意外。市府强调，伫大埔仑海山坡算做游客，若无听从指示，家己超过警戒线，相当会罚5万。条件公园保育区部分，创侪人若是越界，相当会罚50万。记者综合报道。